婚姻的警方最近接到证据讲有卖毒集团伫婚姻馆咧卖依托米子、毒品加皮包，抓到一个主嫌29岁卖毒集团，超着通做3万粒丧尸分弹的原料，价值大约是5800万哦。卖警甲嫌犯移送地检署侦办，这嫌犯马上羁押禁见咯。 警方到涉案的10个人涉罪所在，参考依托米子原料、毒品加皮包等。最近婚姻警方接到证据表示，29岁涉案的10个人为今年初开始制造甲分装依托米子俗称丧尸烟弹伫婚姻馆内底咧卖，每一摆交易金额卡不到超过10万。在嫌犯的出租套房进行攻坚，当场逮捕犯嫌，并查扣依托米子烟油约3000公克，毒品咖啡包800余包。 大量分装瓶约1万个，空烟弹壳8000余个等分装工具，以及贩卖不法所得现金新台币520余万元。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经过长时间修正，分别伫今年1月、2月、甲6月执行3摆查行动，溯源4人抓到5个由头，最后锁定贩毒集团带头人涉案的10个人，将抓到。厝内也查到6只猫仔，疑似用气味暗看分装毒品的味。气味的，像水蜜桃，刚才提到的水蜜桃、蓝莓相关的毒品的味道，所以它除了本身喜欢这些猫咪。 那也透过这个猫咪有气味来压制这些分装过程产生的味道。今年上半年1月到7月的成绩就已经提升到131件131人那同时呢，制造、贩卖、运输也有25人了所以我想还是要努力积极去查缉。 警方表示，这摆查到原料超过用制造3万粒丧尸烟弹，时单差不多5800万，好加再被查到。专案依照涉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去送地检署侦办，各向婚姻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记者综合报道。